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，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面一啲嘅民生嘅需要，我哋去禱告啊。咁根據最近南方都市報一篇嘅報道咁講嘅，佢話法律明文禁止咧向未成年人售賣香煙啦，其中都包括電子煙。不過近期有唔少家長都反映，有一種係調配出各種水果口味嘅電子煙咧，通過唔同嘅各種嘅隱蔽嘅管道，好輕易咧就俾嗰啲年青人可以買到啊！咁呢種嘅電子煙咧，因為味道清香啦，會讓啲孩子咧放鬆警惕，令佢哋漸漸咧染上呢個煙癮嘅。咁調查又發現咧，線上面可以通過一啲表情符號暗語啦，電商平台關鍵字替換售賣，線下商鋪咧亦都違規銷售啊！咁呢啲嘅果味電子煙，多數咧都係走私或者係一啲假冒嘅產品嚟嘅。咁長時間吸食咧，肯定係會危害心血管同埋呼吸系統。雖然有禁令，但係不法嘅商家咧仍然喺度售賣嘅。咁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啊！天父啊，面對住嗰啲果味電子煙嘅引誘，年青人咧真係好容易就有衝動啦，好想去嘗試啊！我哋求主你俾家長能夠有智慧去教導佢哋嘅孩子們懂得去分辨，亦都咧嚟到去有嗰種嘅勇氣拒絕呢個不良嘅習慣。我哋同心禱告，仰望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希望下個禮拜我哋繼續一齊守望神州。拜拜。